介紹我哋今日雙方球員出場。身穿設計波衫嘅背號 number 1000 跟住落嚟就係我哋金牛隊嘅球員出場啦。而1號 NBL 冠軍射手、跳投教科書嘅後衛黨健。Number 2 NCAA 升級戰將、進攻萬花筒後衛 Jordan Walker。3號球場多面手、外線大鎖前鋒刁展魔。6號金牛隊雲，香港籃壇嘅典範前鋒梁少華。8號金牛版 DD 單挑之王前鋒朱松偉。10號從昔日神奇小子進化成金牛大心臟先生 Ricky 楊旭琪。21號國家第一高度內線制霸中鋒劉傳希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's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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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's go. 由此同时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裁判：主裁判万南，第一副裁判冯琦。第2副裁判如果想了解佢哋多啲，記得去佢哋嘅 IG 度俾個 like 佢哋啦。Hong Kong Taurus 係佢哋嘅 IG Instagram 嘅，咁金牛隊打氣，最後一節我哋一齊嗌香港金牛！
哋個愛情當入樽啊！好勁啊！哇！見到我哋。我们全场的观众也给我们热情送给我们今天的客队武汉昆仑。我而家手上執咗部手提電話，如果你發覺自己唔見咗部手提電話嘅話，請過嚟揾呢個位置度。好啦，我哋嘅啦啦隊同你哋講拜拜，亦都希望你哋下場繼續入收隊支持佢哋。如果你哋有幫佢哋影啲靚相，記住俾翻佢哋喎。係着住香港金茂嘅波衫，一場支持香港金茂。我而家手上執咗部手提電話，如果你發覺自己唔見咗部手提電話嘅話，請過嚟揾呢個位置度。Number 24，球風勁爆，入樽高手前鋒 Cameron Oliver。31號進攻手段豐富，出場火力全開嘅後衞孫新耀，做得非常之好。OK， 多謝晒，多謝啦啦隊，啦啦隊可以先行休息。OK。將成交俾裁判啦，我哋準備睇波咯噃。好啦，我哋一齊追黃金茂，香港，香港，香港，俾啲掌聲俾你自己。我哋下場比賽再見你。好啦，咁啊，大家可以慢慢有秩序咁樣離場，亦都遵從我哋嘅工作人員嘅指示。